懷疑引爆身上炸彈嘅男人死亡，當局列為恐怖襲擊。各位，距離政府換屆仲有10日，中央任命新班子3司13局主要官員，其中3位現任司長同3位局長過渡到新政府留任原職。國務院依照基本法規定，根據第5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名，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第5屆政府主要官員。3個司長留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都會過渡去到新政府。至於13個局長，3個留任原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同埋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就會轉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4個副局長獲得擢升，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都喺原有嘅政策局升任局長，其中陳肇始係唯一一位女性局長。另外4個局長嚟自公務員體系，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將會出掌運輸及房屋局。3個政務主任出身嘅常任秘書長，羅致光就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黃偉綸就出任發展局局長。3司13局入邊，唯一一位嚟自政府以外嘅，就係獲委任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嘅港大副教授羅致光。新班子將會喺7月1號宣誓就任。無線電視記者李維報導。另外，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任命5位主要首長，包括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衛、廉政專員白韞六同審計處處長孫德基獲留任，海關關長就由現任副關長鄧以海升任。政務主任出身嘅林鄭月娥問責司局長入面，亦都有7位同樣嚟自政務主任系統，唯一政府以外嘅係獲委任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嘅羅致光。羅致光係民主黨創黨黨員，長期從事同社會福利有關嘅工作，亦都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副教授。95年開始出任立法局社會福利界議員，回歸之後2度連任。智商高達160嘅佢，有民主黨大腦之稱，但係近年喺一啲重要議題嘅取態同民主黨漸行漸遠，包括長者生活津貼。民主黨要求70歲以上長者免資產審查，羅致光就認為有違政治道德。15年政改方案表決前，羅致光建議加入公司票轉個人票、白票守尾門等修訂，但就被批評係投降同埋有條件袋住先。佢同林鄭月娥合作多年，加入林鄭月娥擔任主席嘅扶貧委員會。至於獲委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嘅陳帆，30幾年嚟喺機電工程署由低做起，2011年晉升去到處長。另外有3位新局長都曾經出任新聞處處長。最近所發生嘅幾宗聶德權喺官場入邊被視為林鄭月娥嘅愛將，將會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黃偉綸喺南丫海難之後調任海事處處長，着手改革。至於曾經出任環境局局長嘅邱騰華，而家係特首辦主任，會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睇落嚟咧，我哋都係覺得而管理全港10幾萬公務員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由最資深嘅政務官、保安局常任秘書長羅致光出任。無線電視記者李維報導。林鄭月娥下晝2點半會率領第5屆特區政府各主要官員喺政府總部見記者。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指香港嘅法治較回歸前更好。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質疑林鄭月娥並唔係民望最高嘅候選人。林鄭月娥回應話，負責選舉特首嘅選舉委員會廣泛代表社會各界。如果指佢當選係依賴親北京勢力，佢只係北京嘅傀儡，係漠視佢過去36年為香港市民所作嘅貢獻。至於銅鑼灣書店事件，英國批評嚴重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林鄭月娥反駁指冇證據顯示內地執法人員喺香港執法。佢又表示一國兩制有效運行，法治比回歸前更好。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指，一國兩制喺香港取得成功，重要原因係得到絕大多數港人支持，
希望年輕人充分認識國家發展。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接受內地多間傳媒訪問，回憶20年前回歸嘅一刻。看着這個英國的國旗降下來了，我們的5星旗升上去了啊！一個60歲的人盼望的一個時刻啊，香港回歸祖國了。同時呢，也自己知道，這個做特首的責任啊，真是很重。董建華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取得成功，重要原因係得到絕大多數港人支持，並經常提醒自己有咗一國先有兩制。而中央政府由始至終都着眼大局，非常重視並堅決維護，確保一國兩制喺香港得到全面準確落實，體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佢勉勵年輕人充分認識國家發展。國家的將來就是我們的將來，所以每一個人為他自己好，都要對國家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盡量的將中西文化，他們融合起來去做好這個工作，這個是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香港的任務。我是一個80歲的老人啊，這個還是我一個夢。佢相信後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可以帶領到香港嘅經濟社會有更好更快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有報道引述消息指，長和主席李嘉誠計劃下年退休。李嘉誠回應指，現時冇確切退休時間表。驚唔驚退休會影響公司？唔會，絕對唔會。嗱，同埋依家咧，我未確定時間，冇乜唔同嘅。我一樣會喺個 building，一樣嘅 office，一樣返工。啊，我都係做緊senior advisor到嘅時候嚇。紅磡一棟唐樓嘅露台凌晨喺黃雨期間倒冧，屋宇署初步調查相信係失修導致倒冧，樓宇冇即時倒冧危機。出事嘅係基利士南路一座6層高嘅唐樓，喺凌晨大約2點鐘，1樓一個單位大約7米乘3米嘅露台冧咗落嚟，部分未冧嘅石屎掉咗喺半空，睇到成間房。一張床幾乎跌咗落地面，大量嘅石屎、家私、電器、雜物散落咗喺行人路。單位嘅住客話，當時佢瞓緊覺，成張床啊，差唔多跌咗落嚟咁樣咯，咁啊好驚啊，即刻走咯。有一條橫梁啊，有裂痕。咁樣啊，諗住冇咁快倒啊！我哋都知道佢裂咗痕啊，但就係有危險，但係就係冇諗到佢咁快就倒翻落嚟。哇！劏房幾多張房啊？劏房幾多？冇劏房㗎。居民話劏房嚟嘅。唔係啊，冇劏房㗎。消防員派出搜救隊調查，證實冇人被困或者受傷。22名居民疏散去到樓下，獲安排暫時入住九龍城政府合署。出事嘅唐樓喺1956年攞入伙紙，樓齡超過60年。屋宇署人員上樓勘察，係嗰個露台，佢因為即係失修啦，同埋因為你見到呢個啲鋼筋都生鏽啊，同埋即係有好大雨啦，咁棟樓都有翻上一年紀啊，咁所以咧就係一啲失修嘅問題嘅啫，咁就唔係咧成棟大廈咧係有啲即時嘅倒塌嘅問題嘅。屋宇署話：現階段要先清除鬆脱嘅石屎，預計1至2日後可以解封俾居民翻屋企。至於同涉事唐樓相鄰嘅大廈，因為結構冇問題，居民無需疏散。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比利時布魯塞爾中央火車站發生爆炸，一名懷疑引爆身上炸彈嘅男人被士兵開槍制服之後死亡。當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有目擊者影到軍人事後喺冒緊煙嘅車站入面搜查。拍片嘅人話，乘客聽到2聲巨響之後，開始跑落樓梯。亦都有人影到火車站入面起火，大批軍人同警員封鎖火車站一帶調查同戒。